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杯》，我係民主。又到嚟民主，我嚟講大家做料理嘅時間咧，我嚟做兩個頭是炒五脯。這個呢，炒五脯啊，一定非常下飯。我們來看看牛拌炒。我們首先來看到今天要學到第一個詞哦，就是這個小魚乾。小魚乾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五脯。五脯，剛才呢講到這個豆豉哦，客家話呢就是叫做頭豉。現在呢我就先來爆香嘍。首先當然就是先熱油，蒜頭爆香。那小魚乾其實很快就，它本身就是可以吃的了。而這個豆豉的做法呢，其實也就像是客家人做那個破布子啊的做法都是一樣的。記得哦，我們下一點點就好了，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入味。再下一點點辣椒。好，我已經炒好了。我們一邊盛盤教大家講這句客家話，就是叫做小魚乾炒得酥酥的，配飯很好吃。客家話呢就叫做五脯炒得酥酥，崩盤凍好食。五脯炒得酥酥，崩盤凍好食嘍。好，我們的豆豉炒小魚乾已經煮好了，請試吃員幫我們吃吃看嘍。還 OK 嗎？可以啊，蠻好吃的。太好了，那我教你講客家話好不好？小魚乾的客家話就是叫做五脯。对，講得很好哎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呢學到這個小魚乾配豆豉真的是很絕配，很下飯哦。重點是學到新的詞，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小魚乾，五脯。第二個呢就是豆豉的客家話呢就是叫做頭豉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這句話就是小魚乾炒得酥酥的，配飯很好吃。五脯炒得酥酥，崩盤凍好食。五脯炒得酥酥，崩盤凍好食。慢慢念，就像是吃小魚乾，細嚼慢咽就可以嚼出它的香味。客家話練習也是這樣子哦，多練習你會越來越知道客家話的美。好，我們明天見，拜拜。